在起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历新闻中央电视台本周土伯特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卫塞节之际发表致辞；两名藏人作家在拘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驻北美华人联络官参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举办的年度献花仪式；驻日内瓦代表会见日内瓦州国务委员尼古拉斯·瓦尔德；土伯特精神文化节在东京驻地本愿寺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上周五5月1号卫塞节之吉祥时刻，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通过官网发表致辞，向全球佛教徒及信众致以问候及祈愿，以此纪念佛陀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与涅槃的殊胜之日。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中提醒世人，佛陀释迦牟尼关于缘起的深刻智慧以及不伤害任何众生、利益一切有情的教导，至今仍是当今动荡时代中最具慈悲与现实意义的人生指引。尊者同时鼓励佛教信众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真正理解佛法教育的内涵，并将其实践于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1周持续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寝宫接见了来自世界各国的2500多名僧俗信众和访客，并于上周五5月1号上午莅临大乘法院的十轮殿主持年度十轮金刚法会，随后在秦宫出席藏传佛教觉囊派举办的长寿法会。此外，据可靠消息来源，两名遭中共当局拘押的藏人作家冈金朱巴贾和次仁卓玛因在拘押期间长期缺乏医疗照护和遭受忽视，目前健康状况危急。以文学创作闻名的冈金朱巴贾据称已出现记忆障碍、视力丧失以及心脏和肾脏衰竭等严重症状。次仁卓玛则在拘押期间遭受严重殴打与虐待，目前正承受认知功能退化及心脏相关并发症。冈金朱巴贾是土伯特境内的知名作家。2013年，中国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首次将其逮捕，并于2016年获释，后因携带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再次被拘留17天。2021年3月23号，他再度遭捕，并于2022年以煽动分裂国家及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据悉，当局多次将其文学作品与出版物作为拘捕依据。他的作品包括《远方的呼唤》、《时代的伤痛》、《今日的眼泪》、《岁月的颜色》、《白色哈达》以及2008年的《鲜红血液》等。内容主要探讨藏人身份认同及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现实。而次仁卓玛曾于2008年与他的父亲一同参加抗议活动，并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而多次遭到拘捕。他于2021年再度被捕，与许多藏人在中国拘押期间遭受严酷对待及缺乏医疗照护的情况类似。次仁卓玛在拘押期间遭受严重酷刑虐待，甚至腿部髋骨被打断。此后，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不仅视力严重受损，也长期承受身体与精神上的折磨。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慈城嘉措于4月2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出席了由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办的第19届国家点名年度竞选花签仪式。活动共有17个国家驻美机构的代表参与，其中包括欧盟驻美国办事处及台湾政府的代表，同时还有40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参加献花仪式，以此表达对共产主义受害者的声援与纪念。活动发言人包括主办方负责人埃里克·帕特森、美国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山姆·布朗贝克以及美国国会议员乔·威尔逊。
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区吉在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的陪同下，于4月22号礼节性拜会了日内瓦州领事事务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斯·瓦尔德。此外，代表赤列区吉还出席了德国前部长施瓦泽·希令的祈愿法会及葬礼，并代表达赖喇嘛尊者与藏人行政中央致送正式的慰问信。德国前联邦部长施瓦泽希林基金会创办人克里斯蒂安·施瓦泽希林教授于今年4月2号在法兰克福逝世，享年95岁。除了其在德国的重要贡献外，他也是土伯特人民长期坚定的朋友，始终倡导正义、对话与和平解决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日本土伯特之家与拯救土伯特网络于上周六5月2号在东京筑地本愿寺联合举办了为期2天的土伯特精神文化节。活动内容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摄影展，以及由学者与教授主讲的有关土伯特与日本的历史关系、佛教及达赖喇嘛尊者教义等的主题演讲，同时还有土伯特传统歌舞、美食与宣传资料展示。由本台制作的慈悲革命系列的6部影片中的其中3部也在文化节期间向现场观众放映。此外，为庆祝土伯特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90华诞及慈悲年而制作的原创纪录片也于上周末在达仁萨拉放映，共吸引超过300多人出席观影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